無分年紀，健康不論貧富，健康資訊守護大眾，精靈一點，健康你主場。Hello， 歡迎大家收睇咧港台電視31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資訊節目《精靈一點》。好快嚟到11月10號嘅時間啦，星期一啦。咁啊，今日節目主持有葉韻儀同埋余日峰。Hello， 峰峰。Hello Vivian。咁啊，1號戒備信號咧現正生效，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咁啊，1點到2點咧，我哋今日咧請嚟專科醫生咧講下呢一個前列腺癌噃。咁啊，大家咧我相信咧都會好留意啦，因為近年咧好似有前列腺癌嘅數字會多咗啦，亦都有一啲比較年輕化嘅個案出現噃。係啊，咁啊講到即係治療方面啦，亦都會有分咧荷爾蒙治療嘅傳統嘅做法啦，或者新派嘅做法啦。咁啊，最大分別就係咧，前者咧可能都仲係講緊要做手術，後者已經係唔需要啦，係口服藥喎。咁啊，究竟係點樣去跟進呢？嚇？稍後咧就會請嚟咧有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啦，同大家咧詳細講解啦。2點鐘翻去一台直播室頭半小時啦，當然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啦。今日講下藥聽啊，咁若果咧真係細個即係成長嘅時候咧，家長或者照顧者未發現到小朋友有藥聽咧，我諗到大個嘅時候咧，可能個影響都會幾大，因為成日都話啦，即係你聽得唔清楚啦，就講得唔清楚噶啦嘛。係啊，咁所以咧都要咧就係從小咧去識別呢個問題啦。嗱，知道藥聽嘅程度咧，咁去安排呢一啲嘅訓練啦，或者係醫療上嘅處理都好唔同噶嘛。稍後咧同大家咧了解多啲。好啦，咁啊最後半小時咧有香港中華醫學會會診日啦。今日講下咧電子產品點樣影響兒童嘅身心發展㗎。咁啊簡單如一啲嘅藍光，你對得多對隻眼嘅健康都唔好啦，係咪？咁啊點樣多加關注咧？一陣間記得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好啦，事不宜遲啦，請出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咧，謝耀昌醫生咧，同我哋傾下先。Hello， 謝醫生你好。好，大家好。係啊，謝醫生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啦。其實前列腺癌啦，而家喺香港咧，佢嗰個排名嘅位置影響我哋即係個身體健康，係咪都提升咗啦？嚇。係啊，其實喺2023年咧，醫管局嘅數據咧，前列腺癌咧係排行第4位嘅，即係最常見嘅癌症嘅第4位。咁所以嗰一年咧，大概3000人係新確診前列腺癌咯。但係嗰個即係患者嘅年齡就好似有降低嘅跡象喎。係，其實我哋見到呢個中位數咧，其實都仲係71歲嘅，即係大概70歲左右啦。咁但係病發嘅年紀咧，我哋就見到開始越嚟越後生啦啲人嚇。我哋甚至乎見過有個案咧係40零歲已經開始出現前列腺癌嘅情況出現，咁所以係有年輕化嘅趨勢嘅。係，但係我哋咧係咪都要了解多啲？譬如前列腺咁樣喺男性身上邊，去到某個歲數，正常可能佢就會有啲嘅增生啊，或者有啲嘅肥大啊之類，係咪都屬於正常嘅咧？係啊，冇錯。其實前列腺咧係其中一個器官喺我哋人體啊，其中一個器官係 keep 住變大、keep 住變多嘅細胞嘅一個器官嚟嘅。咁所以年紀越大咧，個前列腺就越大啦。我哋成日有個打一個比喻咧，就係話細個嘅時候咧，個前列腺個 size 可能係好似一粒合桃啊咁樣咁上下大嘅啫，但係去到年紀大，譬如去到60、70歲咧，就已經變咗個番茄咁大㗎啦，可以嚇。咁所以個前列腺咧係會不斷咁變大，不斷咁增生。而其中我哋點樣去監察嗰個前列腺嘅健康咧，其實係相對上簡單嘅嚇。我哋好普通咁抽一個血驗一個叫 PSA， 即係前列腺嘅癌指數。咁其實我哋都已經可以知道個前列腺嘅健康嘅程度去到邊度㗎啦。嗱咁啊，即係聽到就係話前列腺增生基本上係無可避免啦，一定會發生啦。咁佢同前列腺癌有冇即係直接嘅關係嘅咧？有其實就冇嘅，因為前列腺咧都佢可以有病啦，但係佢嘅病咧都可以分良性同惡性嘅。其實良性嘅前列腺病，譬如話發炎啊或者肥大啊，咁呢啲都唔係癌症嚟嘅。咁如果有真係癌症嘅出現，我哋先至話佢係屬於一個惡性嘅變化，咁我哋先需要特別去處理佢啦。咁除咗頭先講嘅年紀裏邊咧，就會令到可能有增生啊、有肥大啦咁。如果前列腺癌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因素會令到呢件事可能會發生嘅咧？係啊，其實患上前列腺癌症咧，其實就冇單一因素嘅，通常都係好多嘅因素夾埋一齊先會出現啦。咁我哋知道最明顯嘅因素就係年紀大啦嚇，年紀越大咧，個風險就越高嘅基本上。咁同埋咧，我哋發現有一啲嘅致癌物質，譬如話食煙啊、飲酒啊、肥胖啊、缺乏運動啊，呢啲情況都可以增加患上前列腺癌嘅風險嘅。
係咁喺呢個即係遺傳上啦，家族成員等等有呢個問題，又會唔會令到可能一般人都要早啲去即係正視啊或者處理咧？絕對會啊，因為我哋發覺原來有家族病史咧，都會增加患上前列腺癌嘅風險。特別係某一啲嘅癌症嘅基因，譬如 BRCA 啲基因咧，如果一個家族裡面係有人患過呢個 BRCA 嘅基因嘅引發嘅癌症咧，前列腺癌嘅出現咧，亦都會增加咗個風險喺度。BRCA 相關嘅病好似就唔單止係前列腺癌咯，男女都好似有影響喎。其實越嚟越多嘅癌症發現有 BRCA 啲嘅基因嘅，咁我哋最常聽到嘅最初發現嘅就係女性嘅乳癌啦。咁而家發現咧，原來男性嘅前列腺癌咧都可以帶有 BRCA 啲嘅基因嘅。咁同埋另外一啲譬如話胰臟癌啊，咁都會見到有 BRCA 嘅情況出現。係嗱，咁啊，如果講前列腺癌嘅話咧，係咪好似一般癌症咁樣，都會分開唔同嘅期數咁樣，而唔同嘅期數佢嘅病徵或者出現嘅問題會係點樣？麻煩謝醫生可以同我哋講解下。好啊，當個病人真係不幸確診咗有個前列腺癌咧，咁通常我哋係第二步咧，就係去睇下個病有幾嚴重啦。咁個嚴重程度點樣去分咧？通常我哋就會將佢個病咧就化為4期嚟到分個嚴重程度嘅。咁如果譬如話個病喺好早期啱啱發現嘅時候，當個腫瘤或者癌細胞仲係喺個前列腺裡面嘅時候呢，咁我哋就話係第一期啦。咁當個癌細胞或者腫瘤越嚟越大嘅時候呢，我哋就會變相叫咗做係第2期或者第3期啦。咁去到第4期呢，就係講緊個前列腺嘅癌症開始有擴散出去前列腺以外嘅地方，包括係附近嘅盤骨嘅淋巴位啦，或者係骨骼啦，甚至乎係其他嘅器官出現嘅話呢，我哋就直接叫佢做第4期㗎啦。咁所以前列腺癌嘅嚴重程度，我哋都係分做4期嚟到決定啦。咁比較常見到病人係第幾期去到即係求醫或者做檢查，同埋係帶住啲乜嘢病徵令到佢哋有呢個警覺喺度？通常咧就根據我哋2023年嘅數據咧，大概有70%嘅病人咧發現嘅時候都屬於第1至3期，即係未有擴散嘅情況嘅。咁大概有30%嘅病人咧發現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有擴散嘅跡象出現啦。咁前列腺癌嘅病徵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唔係好明顯，同埋好多時咧都會同前列腺肥大咧混淆咗嘅嚇。咁譬如話前列腺肥大或者係前列腺癌都係最常見嘅病徵，就係一啲阻塞性嘅病徵啦。譬如話小便越嚟越慢速啊，甚至乎我哋講緊嘅尿柱越嚟越幼啊，甚至乎去小便嘅時候要好出力先屙到啊，呢啲都係阻塞性嘅病徵。咁亦都有啲叫刺激性嘅病徵嘅，譬如話前列腺頂住咗個膀胱，令到個病人咧經常性覺得都要去廁所啊，好急尿啊，甚至乎係夜尿好頻密啦，呢啲就叫刺激性嘅病徵啦。咁再嚴重一啲嘅前列腺癌嘅病徵咧，包括出血啦、小便赤痛啦，甚至乎有擴散去其他嘅器官，令到其他器官出現病徵，譬如話骨痛啊，甚至乎係腳腫啲咁嘅情況都會出現嘅。係頭先謝醫生就講啦，即係有一啲嘅病徵就可能夜晚黑即係去廁所多啊，又或者嗰個即係尿柱越嚟越幼啊之類啦。一般好多男士都話，年紀大咗就係咁樣噶啦，反而咧係會即係遲咗去求診啦，或者覺得呢件事就唔係咁嚴重嘅，即係唔需要太過關注。係唔係都係一般臨床上面都係見到呢一個嘅回應咧？問佢哋點解你哋唔早啲嚟即係檢查啊之類？冇錯啊，大部分嘅病人咧喺有呢啲病徵嘅時候，因為啲病徵都係持續性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大家都會忽略咗，會唔會混淆咗會係一啲普通嘅前列腺肥大啊，甚至乎係普通嘅前列腺發炎啊，咁所以嗰個前列腺癌嘅確診咧，相對上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大家都掉以輕心咗，係啊。咁我頭先講緊即係阻塞性啦，同埋刺激性嗰啲病徵就相對輕微啦。咁喺邊個階段已經係會有呢啲病徵出現嘅咧？其實咧，如果嗰個男士咧開始有啲泌尿系統嘅病徵嘅時候，如果佢有求醫嘅話咧，我哋大部分嘅家庭醫生啊或者西醫啊都會有個警覺性，就係呢個男士都進入咗長者個階段咯，亦都開始有啲咁嘅泌尿嘅病徵，泌尿系統嘅病徵，咁我哋都會馬上幫佢做下一啲檢查，我哋叫癌症嘅篩查，排除呢個可能性。咁所以咧，癌症嘅篩查咧相對上簡單嘅。只係抽血去驗一驗血裡面嘅 PSA 嘅含量睇下佢嘅濃度有幾高，我哋大概就可以知道究竟佢係屬於一個普通良性嘅肥大啊，定係開始有癌症嘅出現啦。
係，咁隻醫生啊，對於個 PSA 啦嗰個指數咧，嗰個數字咧，好多人就會睇住個數字嚟做人，每一次望下個報告先咁樣。咁我哋叫做一個正常或者叫嗰個定位係幾多嘅咧？嗱，通常咧就 PSA 咧，其實我哋就話，如果係單位數字，即係10以下嘅話咧，咁就唔係太擔心嘅。通常前列腺肥大又好，或者係發炎都好，都係10以下嘅啫。但係如果去到雙位數字嘅話咧，我哋就要排除會唔會有癌症嘅可能性出現啦。不過就算縱使係大過10，有雙位數字都唔係太緊張，唔需要太緊張，因為我哋要睇住嗰個 PSA 嘅幅度同埋佢嘅變化嚟到決定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嘅。即係譬如如果有啲病人佢可能驗嘅時候係7度，今個月下個月再翻驗嘅時候已經變咗8度或者9度，咁我哋都要擔心究竟會唔會係有前列腺癌嘅初期嘅出現啦。如果有啲病人係 keep 住12度、13度，但係半年都冇變化過，咁呢情況之下呢，我哋都可以觀察，唔需要進一步檢查嘅。係。咁呢個 PSA 呢個數值係好即係單一地睇緊呢一個前列腺癌，定還是都可以睇到其他身體狀況嘅咧？其實咧，前列腺癌指數 PSA 咧就好針對前列腺嘅。逢係前列腺有任何嘅病痛咧，PSA 都會升嘅。咁但係 PSA 咧就係針對住個前列腺咯。係。可升有冇跌嘅機會見到嘅咧？有嘅。如果譬如話佢升嘅時候係因為普通嘅前列腺發炎令到佢上升嘅，咁可能過多1個月或者2個月之後，你再抽翻個PSA，佢就可能跌咗㗎啦。如果炎症消失咗就係。但係如果真係呢個 PSA 嘅指數啦，喺嗰個即係檢查嘅階段裏邊啦，即係或者隔幾個月再做多次都係持續咁樣去高，或者係有上升嘅趨勢，係咪都需要做埋另外一啲嘅檢查去睇下件事嘅全面性咧？冇錯啊！如果真係發現個 PSA 越嚟越高咧，甚至乎係有上升嘅趨勢咧，首先第一樣嘢最簡單嘅，我哋就係會用探光嘅方法啦，用我哋嘅手指去摸一摸個前列腺，睇下會唔會摸到啲硬物啊，或者摸到一啲粒粒啦。咁再者再進一步嘅檢查咧，包括喺影像嘅檢查，譬如超聲波檢查啊，或者係電腦掃描，甚至乎係磁力共振 MRI 啊，都可以睇到個前列腺究竟有冇腫瘤出現啦。如果頭先講嘅篩查全部都發覺係陽性嘅，有好可疑嘅，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會係抽針攞組織去做化驗㗎啦。係，就醫生話會唔會咧？病患者可能佢本身有其他啲嘅長期疾病，可能佢食緊某啲藥咁樣，都會令到呢件事可能即係前列腺癌嗰個情況會容易有啲嘅啦。嗱，其實而家暫時咧就冇話一啲咩嘅藥物咧會直接引發前列腺癌嘅。通常前列腺癌嘅出現咧都係多方因素嘅。頭先講好似話年紀大啊，少運動啊、肥胖啊，甚至乎係食煙飲酒啊，呢啲都可以增加患上大腸癌風險嘅。咁亦都頭先有講到話前列腺增生呢樣嘢，其實就一定會發生啦。其實可能病人會唔會喺啲外在嘅外觀上啊，或者自己觸感上，其實都係一個提示嚟嘅咧？其實就好難睇得出嘅，其實就外表好難睇得出嘅嚇。不過通常都係因為有病徵所以去睇醫生。咁睇醫生嘅時候，簡單做一個檢查就發現有前列腺癌咯。係。咁如果即係佢初步，我當佢嚟檢查嘅時候，可能都係嗰個窄界啦，個 PSA 咁樣。咁一般嚟講咧，係會隔幾耐需要叫做第二次嘅復檢跟進下件事嘅咧？通常咧，我哋就會1個月抽一次㗎啦。如果發現個 PSA 真係高嘅話，如果但係頭嗰2-3次個 PSA 都係大概差唔多嘅 level， 但係就冇啲好大嘅升幅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之後再疏啲嘅檢查譬如半年抽一次啊，或者1年抽一次個 PSA 都可以㗎。係，咁喺可能即係一個 PSA 嘅稍高又未至於真係好危險嘅處境之下，咁 keep 住檢查啦。期間有冇啲咩嘢係呢位男士要特別注意嘅咧？係有嘅譬如頭先講嘅，佢要觀察下自己嘅小便啦如果譬如話個小便嗰個病徵越嚟越明顯，甚至乎開始有顏色出現喎，即係頭先講嘅，無論係屙血又好，或者係少少粉紅都好啦，其實都係一個病徵嚟㗎啦。咁再者就係頭先講嘅刺激性嘅病徵啊，甚至乎阻塞嘅病徵越嚟越明顯、越嚟越犀利喎，咁呢啲就代表緊前列腺開始有變化啦，就要需要做檢查啦。如果可能即係呢個自己自
自我嘅即係留意住個情況嘅期間，去到咧就冇乜嘢啦，就咁。但係頭先提到話，如果稍為嚴重，去到嚴重呢個階段，就盤骨啊或者係一啲嘅脊骨都會有痛楚，應該就係擴散嘅問題啦。呢個進程係有幾快幾急，定係都唔算係好耐？嗱，其實咧，我哋以前傳統做學生嗰個年代咧嘅前列腺癌咧，其實就話好慢嘅，生得好慢嘅，可以觀察，甚至乎係唔處理、唔做確診、唔去醫都得嘅。因為通常病人就未必因為前列腺嘅問題而過身可以係其他嘅病徵病情嚟有過身。咁但係而家近啲幾十年八載咧，就發覺前列腺嘅 behaviour 都開始有啲變化，前列腺癌變得越嚟越快。如果我哋唔理佢咧，甚至乎半年到就已經可以由第一期變到第4期㗎啦。哇，都好快喎！係啊，好快。咁同埋我頭先聽你咁講，可能而家因為睇翻病人個年齡，所以個處理嘅手法有啲唔同啦，比起以往。咁再去諗深一層啦，其實而家因為後生咗就發現啊嘛，可能咁嗰個病人究竟係仲有冇生育嘅需要，或者係一啲可能即係性生活上嘅一啲嘅期望等等，係咪都係要即係考慮埋喺呢個籃入邊咧？通常都係，不過咧前列腺癌始終我哋都話佢個中位數大概係70歲度啦病發，咁所以通常前列腺癌嘅病人咧都已經完整咁完整咗個家庭㗎啦嚇，咁生育嘅需要就相對上少啲。不過咧前列腺咧就未必係性生活裡面最重要嘅器官嚟嘅咁就算有啲病人做咗前列腺手術又好，或者係做完前列腺癌嘅治療都好咧，佢哋都可以回復到一個正常嘅性生活，但係當中能唔能夠生育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就醫生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前列腺癌咧早期一啲嘅病徵咧，同可能前列腺肥大啊都會有啲混淆噶嘛。咁我哋可唔可以真係叫做確保自己健康一啲？男士喺50歲過後定係60歲過後？咁每一年可能健康檢查裏邊都要加埋考 check 下呢個 PSA 嘅指數係幾多啦？其實因為做呢個前列腺癌嘅篩查好簡單淨係抽一個血已經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叫50歲以上嘅嘅健康人士啦，開始進行呢個癌症嘅篩查啦。咁如果有家族嘅病史，即係譬如屋企人曾經試過有前列腺癌咧，我哋可能要早少少，譬如40歲或者45歲啊，咁呢啲時間就應該要開始去做癌症篩查㗎啦。會唔會可以順便睇埋前列腺增生嗰樣嘢？會唔會一定會發生？雖然都係嗰句，但係會唔會話比一般人快或者太快係一個影響？係當中可以有啲端倪見到啊？其實就前列腺嘅肥大同埋前列腺癌咧就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嘅，咁所以當我哋知道自己有前列腺嘅肥大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去跟進啦，同埋要食藥啦，同埋要睇醫生啦，因為前列腺肥大都係有藥醫嘅可以用藥物咧去令到個小便啊或者係個病徵啊舒緩咗嘅，咁去睇醫生攞藥食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抽血睇埋個 PSA 啦。明白。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咧，繼續有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謝耀春醫生咧，同我哋講下呢一個治療嘅方案啦，咁樣，所以大家唔好行開，繼續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繼續翻嚟咧，余日豐同埋葉韻儀主持嘅精靈一點啊，咁啊，而家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啦，即係關於呢個前列腺癌嘅治療方案啦。請嚟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謝耀春醫生嘅 ，Hello 謝醫生，你好。係啦，咁啊上個部分咧，我哋就講咗啦，其實點樣去留意呢件事啦。到如果啦真係確診有呢個前列腺癌嘅時候咧，嗰個治療方案而家即係我都話科技日新月異啦，係嘛，令到呢件事咧都唔需要擔心得咁緊要。以前真係前列腺癌係會即係致命㗎嘛，咁而家咧基本上咧個治療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方案喺度啦。麻煩謝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其實前列腺癌嘅治療咧，我哋都好分究竟佢有幾嚴重先嘅。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個病人個身體適唔適合嗰個治療方法啦。咁先講個嚴重程度啦。如果我哋發現個病人患咗前列腺癌係屬於頭嗰1、2、3期，即係未有擴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個治療嘅目的咧都係希望根治到個病嘅，即係可以簡單嚟講斷尾可以斷尾，治療亦都可以停止嘅
咁用嘅方法咧，都係不外乎手術啦、電療啦，同埋荷爾蒙治療呢3樣嘢嘅啫。咁就好睇究竟係第一期、第2期定第3期啦。咁而家咧有啲譬如先講手術先啦。手術有啲最新嘅科技叫機械臂啦，達文西嘅機械臂啦，咁可以令到個傷口比較細啲，咁個病人喺術後嘅康復嘅時間可以短啲啊。咁亦都而家有啲電療嘅新嘅機器，譬如話質子治療又好，或者係數碼導航系統都好啦，呢啲都係進步咗嘅電療機器，亦都可以考慮愛嚟醫治前列腺癌嘅。咁究竟揀手術定係揀電療嚟到醫一個早期嘅前列腺癌呢？就好睇個病人本身個身體嘅情況去做決定，同埋究竟佢嘅期數係屬於早期啊，定係去到中期啦？同埋最緊要睇個副作用嘅分別啦。咁我哋咧大概講一講，即係譬如手術嘅副作用咧，好多人都會好關心嘅就係究竟做完手術之後會唔會有啲咩後遺症出現呢？手術後遺症嘅風險比較高少少咧，包括係失禁啊，甚至乎係不舉啊呢啲情況。咁當然做手術嘅時候都牽涉到一個好龐大嘅手術啦，屬於高危手術啦，咁需要麻醉科醫生啊，亦都有機會術後出現感染啊、出血啊呢啲嘅手術風險。咁至於電療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我哋叫做唔見血嘅手術，都係一個局部治療嘅方法，但係咧佢就唔需要麻醉個病人，亦都唔需要話見血嘅。咁但係佢嘅唔好處咧就係冇手術咁一次過可以處理咗。電療咧通常我哋要做30幾次啊，甚至乎係1個禮拜或者7個禮拜嘅電療方法都有喺度嘅。咁就唔會好似手術咁一次過已經可以完成咗啦咁樣。咁電療嘅副作用咧，相對上係長遠一啲嘅。我哋講緊可以令到個膀胱發炎啊，甚至乎係直腸發炎啊，導致到出血啊，小便出血、大便出血都有嘅。咁所以而家喺醫治早期或者中期嘅前列腺癌咧，我哋可以考慮用手術或者考慮用電療嘅方法去處理。咁至於一啲晚期嘅前列腺癌啦，譬如話有擴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而家再細分去到前列腺擴散，做有局部擴散同埋係大量擴散嘅情況。咁如果係擴散性嘅前列腺癌咧，我哋個治療目的咧就係希望可以控制住個病情，與腫瘤共存，唔好引起死亡啊，甚至乎係盡量延長個壽命啊，呢個係為我哋嘅目的嚟嘅。咁所以唔同嘅期數嘅治療方法都有啲分別。啱啱講緊嘅擴散都係喺翻呢個生殖部位內嘅擴散，定還是已經係講緊以外嘅？其實已經係走出咗前列腺呢個器官，譬如話去到淋巴核啊、骨骼啊，甚至係肺部啊、腦袋啊，呢啲都就已經叫擴散啦。咁頭先講咗啦，話有啲情況底下啦，可能要用手術去到處理啦，都要睇下病患者本身嗰個身體狀況係唔係適合啦。咁要睇嘅係啲乜嘢？要考量嘅又係邊方面呢？通常咧，我哋就睇下個病人能唔能夠，即係個身體適唔適合去做一個咁長時間嘅手術啦。佢嘅心肺功能如何啊？佢嘅骨髓功能啊，甚至乎肝腎功能能唔能夠做一個全身麻醉嘅手術？如果可以嘅話，先會考慮用手術嘅方法嘅。咁個術後嗰個處理要即係做啲乜嘢，同埋要即係睇幾耐嘅觀察咁樣咧？其實咧，做完手術之後咧，呢個手術咧雖然話大啦，過程係耐啦，但係相對上都係安全嘅因為做完手術之後，只要個傷口冇出血啦、冇爆線啦、冇感染嘅情況，基本上3-4日到就可以出院㗎啦。係需唔需要配合一啲長遠嘅藥物繼續去到即係輔助個病情？如果個病人屬於早期嘅前列腺癌咧，基本上做完手術之後咧就可以觀察㗎啦。咁如果去到中期嘅話咧，咁我哋有機會咧會用埋荷爾蒙治療，減低個復發嘅機會啦。係荷爾蒙治療啦，都頭先即係喺開場嗰時都聽過，都提到有傳統啦，同埋即係新型嘅荷爾蒙治療啦，嗰個分別又係乜嘢咧？嗱，其實咧喺好多年前咧，我哋話醫前列腺癌點解會用到荷爾蒙咧？原來我哋發覺咧，男性嘅荷爾蒙咧就係引發前列腺出癌症嘅兇手嚟嘅。咁所以我哋發覺醫學界發覺，如果我哋堵塞咗個男性荷爾蒙咧，係有機會同埋係可以令到個前列腺癌咧衰退或者係消滅咗佢嘅。咁所以荷爾蒙治療咧喺前列腺癌裏面咧基本上係一線嘅治療方法嚟㗎啦。咁喺傳統上，我哋要令到個男士冇咗男性荷爾蒙或者抑壓男性荷爾蒙咧，最
顯著嘅方法，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切咗兩個睾丸佢。係咁所以喺以前咧，要醫前列腺癌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要切睾丸。咁後尾咧發覺切咗睾丸之後咧，係一個不可逆轉嘅方案嚟嘅喎。咁個男性荷爾蒙咧就變得好低，甚至乎係嚟緊成世人咧嗰個嗰個男性荷爾蒙都變得相對上好低。咁副作用相對上高啦。咁所以及後醫學界咧就研發咗一啲可逆轉嘅荷爾蒙方法。簡單嚟講就係我哋用一啲針劑或者用一啲藥物嚟到取替手術切睾丸呢個手術啦。咁只要個病人譬如每3個月又好，或者每6個月又好，打一口皮下注射嘅荷爾蒙抑制劑咧，咁嗰個效果咧就等同於切咗2個睾丸嘅效果噶啦。係啦，釐清少少先，因為咧而家講緊傳統嘅荷爾蒙嘅治療，嗰個手術就係切除睾丸啦。頭先講緊我哋咧，其實治療前列腺癌咧都可以透過外科手術，就係都係切除呢啲嘢啦。切除嘅係咪淨係前列腺定係點樣咧？又嗱，其實如果前列腺出現咗癌症咧，我哋如果即係揀手術去醫呢個病咧，我哋會切咗個前列腺走。係同樣地，如果發覺有需要用埋荷爾蒙治療嘅話咧，手術都係其中一個荷爾蒙治療嘅方法嚟嘅，就係要切睾丸啦。明白。但係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咧嗰個情況就係可能3個月、6個月咁樣去定時做一個皮下注射啦。咁呢件事係要做到幾時可以逆轉？係咪即係話可以某個階段底下就可以停嘅咧？係冇錯，如果譬如屬於早期嘅前列腺癌病人咧，如果做咗個治療之後，佢已經好翻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就未必需要用到荷爾蒙嘅介入噶啦。如果譬如去到中期嘅前列腺癌，除咗做咗個局部嘅治療手術或者係電療之外咧，我哋會加埋個荷爾蒙治療，希望可以減低或者係預防嗰個復發嘅機會嘅。咁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大概用3年嘅治療方法啦。3年嘅治療方法包括係一啲皮下嘅注射啦、針劑啦，嚟到取替切割睾丸呢一個治療方法啦。係，就醫生我一聽到咧，即係荷爾蒙呢件事咧，喺女性身上都會覺得譬如我哋更年期嘅時候，又都會有一個即係唔舒服嘅狀況出現㗎嘛。如果抑制咗男性荷爾蒙嘅時候，其實男士係咪同樣地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潮熱啊、身體唔舒服嘅狀況出現嘅咧？冇錯啊，其實咧男人同女人即係天生嘅分別就係因為男人有男性荷爾蒙，女人有女性荷爾蒙。如果我哋用方法去到將男性嘅荷爾蒙減低咧，男士嘅性徵咧就會因為咁樣而減少咗啦。咁其中一個最常見嘅副作用咧就係潮熱啦，夜晚瞓下一覺背脊出晒汗啊，甚至乎係突然間好似有一個突襲咁，突然間覺得好熱啊咁樣，呢啲潮熱嘅情況都會出現嘅。咁除咗咁樣之外咧，男性荷爾蒙如果少咗之後咧，我哋嘅男士嘅性徵，譬如話肌肉量啊，原先係比女士大嘅，但係我哋肌肉因為冇咗男性荷爾蒙嘅刺激之下咧，個肌肉有機會會萎縮。有機會萎縮，咁變相肌肉量少咗嘅時候咧，我哋譬如行樓梯又好，有啲日常嘅起居飲食都好，做運動都好，都會變相好似容易攰多咗咁樣。呢個都係常見嘅。咁第3個常見嘅副作用咧，就係嗰個性行為嗰個慾望啊。對性嘅慾望咧，都因為男性荷爾蒙少咗咧而減低咗嘅。咁針對第3個即係問題啦，即係性慾嘅問題啦，講緊係影響嘅係個慾望，咁但係個能力係咪就都未必會影響，定還是兩者其實都係相輔相成？有互扣嘅喎，應該係咪咧？係啊，其實咧，如果個慾望係低嘅話咧，基本上個能力都會變低嘅。係，但係而家亦都好彩有啲藥物咧係可以增加翻個性能力嘅。佢唔會增加到個慾望，但係佢可以增加到性能力。咁所以咧，如果用咗嗰啲藥物之後咧，基本上可以進行翻一個正常嘅性行為嘅。係，都即係延伸去諗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病症啦，即係除咗影響病人本身之外，亦都會影響埋另一半啦，即係夫妻間咁樣啦。其實以你嘅經驗或者你嘅建議，會唔會喺面對呢個病嘅時候，其實可能都係兩夫妻同或者加上伴侶啦一齊，即係兩個人一齊去求醫，或者某啲階段先需要介入啊？你係點樣做嘅咧？一般其實好多時咧都一旦屋企有個成員患咗癌症咧，基本上成家人都好緊張、好擔心㗎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喺診所或者醫院見到個病人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一家人一齊見啦。咁喺講解嘅過程裡面咧，都會話埋俾佢哋聽呢個治療嘅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就係可能會減低咗個性慾啊。但係亦都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補充嘅，可以幫到手嘅。咁但係咧，以我嘅觀察咧，就係因為大家太緊張、太擔心嗰個癌症會影響到嗰個治療，係嗰個治療嘅成功機會率啦。
咁所以大部分嘅人咧都會覺得係咪因為性行為進行得多，導致到有呢個癌症嘅出現啊？咁不如我哋將個性行為盡量減低，醫好咗個病先啦咁樣。咁呢啲嘅理念咧，我哋要糾正啦同埋始終有冇性行為都係交翻俾兩夫妻去決定啦。同埋亦都真係有啲講法話咧，即係如果嗰個即係可能你太耐冇一個性行為嘅時候咧，係好容易令到好多唔同嘅病，尤其是男士方面嘅病又好啦，咁啊會即係容易出嚟啲㗎，係冇 run 開咁樣。咁係咪得閒要 run in？即係呢個講法又點樣咧，謝醫生？其實係嘅，因為唔單止係我哋嘅性器官我哋有身體有好多器官咧，如果耐冇用咧，都會萎縮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講緊個性行為，如果一旦有一段長嘅時間冇進行嘅話，而要重新再進行咧，係會有少少難度嘅。好啦，除咗即係審視自己嘅身體狀況啊，甚至乎即係一啲日常嘅表現等等之外啦，咁篩查其實都係會建議俾翻男性啦。男士喺呢方面有關嘅篩查又會係幾多歲應該開始考慮，同埋會係點樣做嘅咧？咁我哋好睇咧，究竟嗰個健康嘅人士佢本身有冇家族性遺傳病啦如果譬如話佢有啲兄弟或者係父親或者係長輩佢哋曾經試過患上前列腺癌嘅，我哋會早少少叫佢開始做篩查嘅。大概40歲到我哋開始做篩查啦。咁如果係冇呢啲家族病史，自己身體都好健康嘅，冇啲咩高危因素嘅話咧，咁基本上我哋話50歲就開始要做前列腺嘅篩查㗎啦。同埋好多時咧，男士咧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都會收埋唔好講話同即係太太或者另一半講啦，可能同兄弟都未必會即係分享啦。呢個我哋趁住呢個11月咧，就係呢一個胡子月即係男士健康都關注㗎嘛，係咪先？有啲仲有啲小 tips 可唔可以提一提佢哋咧？係啊，其實咧我哋就話前列腺癌嘅風險咧，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比上一年高一啲嘅咁所以年紀越大，風險就越高。同埋前列腺癌始終都係一個癌症咧，係好隱蔽嘅器官嚟嘅。咁所以通常早發現咧嘅機會係比較低啲。通常早發現都係因為去做身體檢查、去做癌症篩查先會發現到。咁所以喺呢一個11月裏面咧，我哋叫胡子月，就希望可以話到俾所有嘅男士聽，要做癌症篩查啦。係啊，大家都要關注你哋嘅健康啊，身邊嘅女士都要關注你身邊男士嘅健康，提佢做呢一個定期嘅檢查啦。今日唔該晒謝耀昌醫生 ，thank you。如果你中意飲酒、食紅肉同埋動物內臟，又唔飲水又唔做運動，係咪就會好大機會患上痛風性關節炎，即係痛風呢？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劉教授，其實好多人咧都提到自己有痛風啦，聽佢哋講嗰個病徵咧，好似都幾相似嘅。咁究竟痛風會帶嚟一啲乜嘢嘅病徵㗎咧？其實痛風顧名思義，嗰個關節會痛啦。第二嘅佢痛起上嚟好似一陣風咁嚟得好快啦。咁同普通嘅關節痛咧係有分別嘅。通常啲病人咧就係多數都係一個或者最多2個嘅關節，突然間係好快脆咁嚟，就令到嗰個關節咧會好痛啦、好腫啦、好紅啦。而呢種痛嚟得好快，會唔會都去得好快？好快就會散啦，定係都會遲咗一段時間？痛風係因為嗰個關節裡面有一啲我哋叫做結晶體，咁呢啲係尿酸嘅結晶體。咁個結晶體唔會成日都喺度嘅，佢就係突然間有一個結晶咗留咗喺個關節裡面嘅話，我哋嘅關節咧就會好想趕走佢啦。咁就派好多嗰啲白血球嘅細胞咧就走落去，想慢慢食咗佢搬走佢。咁食或者搬走嗰啲結晶體嗰個嘅程序咧，就令到個關節會發炎啦，會好痛啦，會紅晒啊咁嘅樣。咁慢慢1日、2日、3日或者幾日之後咧，嗰啲結晶體搬走晒之後咧，嗰啲痛又會舒緩咗啦。明白。咁即係提到痛風啦，大家都可能會諗到就係同飲食習慣好似息息相關。可唔可以講下兩者嘅關係係點樣咧？係啊，頭先講話因為痛風因為有尿酸嘅結晶體喺個關節嗰度啊嘛。如果我哋係飲多少水嘅話，我哋缺水嘅話，咁嗰個濃度亦都會提升啦。痛風咧就係，譬如有啲人咧係啱之前嗰晚飲咗好多酒啊，或者食咗一個大餐啊，好多內臟紅肉啊，又或者係喺
夏天嘅時候出咗好多汗啊，又補水補得唔夠啊，咁樣就令到佢哋會多有機會有呢個痛風。咁啊，痛風嘅治療方面啦，其實有啲咩地方可以特別做得好啲，令到嗰個病症可以舒緩到咁？嗱，幾個層面啦，頭先講過話，即係我哋飲食嗰度有問題啦，咁就梗係要戒下嗰啲多嘌呤嘅食物啦。呢個就第一個好緊要嘅。第二個就係如果痛起上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用一啲嘅止痛消炎藥。咁通常即係喺個最痛嘅時候都會幫到嘅。如果長期嗰個尿酸個濃度都係好高嘅話，咁我哋就要考慮用一個嘅降尿酸藥咯。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